雲南保山瀾滄江水以雷霆之勢自青藏高原而下，流到呢度江面驟然收窄，山高水深，左岸係大理，右岸係保山。呢度自古就係茶馬古道上嘅咽喉要塞。地處田西紅層，圍岩破碎，地質構造異常複雜。喺咁嘅環境下興建鐵路同隧道，確實非常唔簡單。其中連接雲南大理至瑞麗嘅鐵路上，大柱山隧道全長14.5公里，挖掘歷時12年，係大隧鐵路全線中最高風險、難度最大隧道。難在乜嘢呢？首先遇到最大嘅問題就係湧水。喺大柱山隧道施工期間，施工團隊幾乎大部分時間都喺度同突爆嘅泥水同湧水搏鬥。大柱山隧道施工過程中需要貫穿6條斷裂帶，挖掘時遇到地下水豐富嘅斷層，岩石被破，大量地下水同泥漿湧出，好似泥石流一樣危險，被形容係喺豆腐山之中打窿。其中一處燕子窩斷層156米距離嘅開鑿就用咗26個月，平均每日只能夠掘進20厘米。技術人員統計，大柱山隧道開工以嚟，隧道總湧水量達到2億立方米，相當於15座西湖嘅水量。抽水泵就壞咗116個，累計抽排水2800萬立方米。講完冰冷嘅山泉水，另一邊又出現極端高溫。大柱山隧道嘅出口位於高地熱段，隧道內嘅溫度高達攝氏40度，施工工人根本唔可能着住工服，每日都係一邊凍水淋身，幫自己降溫之後繼續開工。隧道內持續不下嘅高溫，嚴重阻礙隧道向前掘進，最難嘅時候，一日只能向前推進1米。啲工人每工作10分鐘就需要停落嚟休息降溫，而且呢個路段距離出口有半個鐘車程，工人一旦中暑係非常危險。天氣凍嘅時候就更難，隧道外係0度，隧道內係40幾度，冰火兩重天，工人需要短時間適應咁大溫差，異常辛苦。大柱山隧道刷新咗鐵路歷史，被稱為中國前所未有嘅最難挖掘隧道。大隧鐵路建成之後，進一步開通雲南同東南亞、南亞國家嘅交通便利。